花莲基安乡嘅观赏村虽然系对中央山脉下来嘅非常亲切，故所观赏有过丰富嘅农产品。基安乡公所还打算要同观赏推动做有机村，好提升农业产出同环境品质。当地居民、民宿观光业者还个有机农如果赞成。不过，一个计划起地度93国家如还系用惯行嘅方式来耕种。就乡公所会调查，也企划当中答应配合的地主抢2-3亿的，有条件答应呢也能一上沙漠。系讲到大家有共识，系一大难题。全台湾第一个有机村，同样提花莲、富里嘅罗山村，头下面系有几多困难同挑战，里面村民能强强认同，向下来推动。而呢又系用来成功嘅呢，向下来看。先生嘅泉水冲冲冲冲，有个富安乡观赏村，也系对天雷山有下来解。乡公所安上嘅地观赏世界，佢佢表现，佢安有六台，落佢安准，掠掉范围度嘅东岸，上就佢转起，太快200公顷安发。我先地点，除系重视两位嘅环境按天然，还有土地强烈嘅水源，希望透过实转起来提升农业产出和环境品质。本单处地点为用有机方式来耕种嘅农民都欢喜。很好啊，因为大家都种有机的哈，对大家都好。发电厂的大排水沟下来就分支这个小水沟，小水沟上面又没有人家种什么东西，做有机的最好。地方顺天度来来去去，柴沙金讲，叫阮全界泉水冻冷，种无顺最好，还能50些个没上头动酱。种芋头哦，有种一次就这么小，长不起来，没有撒药。就给我想到种茭白笋，我不要撒药，但是草用割草机割，我种了不用撒药就可以。南这片山野专界风量高，未会好见嘞。这快要成熟了，快成熟了。对，快要成熟，再等1-2天就可以，也不能太熟。至少在这里的空气啊，一片都会很好啊。人家说，干城有机村就知道这里，不管种菜也好，种水果都好，就变成会形成一个形态。安好嘅环境未写到啲隔壁嘅福建村，見證第10公頃用嘅農場嘅草子亂家園，佢隨地觀賞漂太柔是夾凍嘅天體。它是吉安大菌的源頭，那对于整个土壤啊，或者是种植的植物上来讲，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做有机村来讲，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觀賞村環境清幽，有做上插頭，長看面條前嘅風景主動享受。對山有機村，觀光民宿業者都吃到好玩。配合他們成為一個有機村以後，所有的產品呢，我們也能夠利用到。啊，一方面就是說對這個地方的農民來講，他有一個什麼好的收入；另一方面，對我們來講，我們也有一個好的食材。那這樣來供應給我們客人，互利的情況之下，請問他們有收入啊，我們有好食品，那客人為什麼會不來？我們的客人來到這個地方，他們當然會希望說，來這邊有花蓮的好山好水、新鮮的空氣、乾淨的水質。結果呢，旁邊在噴農藥，那個感覺是非常不舒服。我這邊曾經有客人會因為說住宿到一半，那因為晚上住，隔天早上看到客人噴了農藥之後，他們就是很匆忙就離開這個地方。目標想法看起來都當好，不過啲公所規劃嘅範圍度，叫上客家還係用傳統嘅方式來耕種，農民就會做有機冇眼貴。我總不能跟他講說你不要噴，每次噴的時候我就戴口罩，因為真的很臭。有時候觀念要慢慢的溝通，這樣子啊。有的人聽不下去。聽不下去，因為像我們的田租給那個芋頭的，他是用最強的。可是他的利益很高，可是不是他吃，是消費者吃啊。一下觀賞主要都係種副歌叫隨地掉，叫人容易吃到當沙皮嘅農產。不過農民咪大拍講，先為咗平充匯，個不將為用傳統嘅方式來種植。
这个要用这样。你看看，这样就很漂亮，这样就好了。你看看，没有用农药是没有办法，这个虫它会吃这个鱼头，先吃叶子，然后再吃它的茎。林文生种的是工业五个，佢讲五个种落去，题目为10张嘢就要好棒，了当中提手为为1200倍，唔系按好之地，强弱难种解，还要叫出。它有病害啊，也有虫害啊，哎呀，本身就是说，因为虫它也是会进化的，哎呀，所以说你还是就是说它的虫害比较多，所以说比较没有那么好顾啦。走。而就政府下仲叫出這件30人嘅，佢係天二台，等佢半日2-3點出嚟出門去個叫出。第二代都不太願意接，就是做這個太辛苦了。下雨天、颱風天還是要出門。因為係定義單人上香港後，全國天二界歸向通過嘅人保認證嘅鄉址，為財數錢，五個叫出嚟到農作物，為增送建農會更有些，抗疫冇農作殘留就覺得棒的。唔過呢一下，官商會用下個標準來推動有機農產，打造有機村。南擺呢都啲計劃範圍都嘅五個也嘅叫催真，冇田草再揾回對種。有些大面積是種芋頭的，當然是如果它可以轉有機是最好，如果不行，吉安的地也蠻多的啦，那你如果是種芋頭，也可以在南華或者在其他非乾城的地方來種。都該慣性農法當然反對但是佢沒講是佢為了利益在反對啦，但是為了健康佢也贊成，所以我都鼓勵講要做太幾十公頃嘅種嘅幾十甲體嘅部位田嘅調教，就殺到嗰片來，這片慢慢地逐步地做有機嘅，這樣推廣可能高溫土地嘛，佢利益冇減貼，你要種嘅度呢，要做有機。佢喺香港所講，南擺為普通農民專種5股材料，也係推翻少量的作物。唔過農民知道還有當多問題會解決。我是能接受，可是一般的農戶的話不容易接受。很簡單嘛，比如說現在在種田的，大部分都是50幾歲、60幾歲的。這些人的話，他已經做農做他久啊，講難聽一點，20-30年了。你要叫他如何改變不容易，除非他的觀念願意改啊。再卡到比如說生活方面的問題，我沒有收入的話，我怎麼維持家庭呢？我叫你種啥，你就種啥。種落去簡簡單，採收以後銷出去的價錢的高低問題，就是這個。是不是政府有沒有這個來輔導你們？最後是政府那有決心講咧，支持3年到5年，佢轉落去下擺佢有機田做起來㗎吼，嗰種嘅田嗰種嘅皮啊都拉嘅，唔會講像以前那樣，一定會都慣性農法就做嚟做。香港所講，南擺會用其中嘅方式來收購有機農產，唔過為推動有機村為當久嘅時間，除了政府啦相關單位帶頭，財田業嘅觀念為強弱就係重要。從係200公頃嘅有機村計劃範圍度，提咗有700筆土地，380個地主。香港所調查嘅其中143個地主，對為晒有機村成為家業界強量商業，有條件成為家業界強業商商。小農戶的話，有很多可能是他是種有機的，我種不多，種1分地，對不對？可是他不租你呀，哎呀，除非你比他多的錢。田租我才願意租給你。就租金的部分來講，他們希望的就是不要低於現在租給這些種芋頭啊。其實這樣子對於有機業者來講，它是有部分的壓力，因為畢竟之前可以撒農藥的種植的東西，跟現在有機要過渡到能夠有機種植的這個過程當中，會有一個緩衝期。可能過去都係1Q天，個1Q天，還可能都將嘅種菇，了會係福利鄉嘅老山村，咪係全國挑一個有機村。
民国90几年开始推土改行，也当到困难。政府在推广这个农药，喷一喷，化学肥料撒下去，整山甲真多啦，甲两三箱出来嘛。那时候的村长说，一般化学都做不好了，干嘛还要推有机的？对，我们有什么条件可以来做有机？在人的方面是很难沟通。那时候有时候在开座谈会的时候，有时候才2、3个人啊，村民啊，对啊，真的推得很辛苦，对啊。那时候水田有些不做嘛，我也时常跟他们一起来劝导他们这样。他说那个虫很多了，我说这个虫果树我都种过了。刚你做的时候，真的我们都喷农药的话，坏虫它比较不容易死，好虫是先死了。19年来，老山就結出唔但曾打出名聲，每一處維持當地。不過老山嘅產業唔但曾係生產天地，未老公共休閒結合窮下，創造出下台山區。比方說這麼好的環境，但它也要有可以休息、可以吃飯的地方。那怎麼樣？就是說這些的利潤這些創造的利益啊，可以讓整個社區分享的話，我想這個才比較能夠走遠下去啊！不過做馬為辛苦，最主要嘅還係應該問題。作物端這一方面能夠用一個比較好的價格來收購他們的所生產的一個稻子，也經過很多的會議啦，很多的會議跟共識營的一個活動，慢慢的將社區的居民再把它串起來，讓他們的想法改變，對。佮就發現到講，廠嘅噴作嘅蟲嘅唔會死嘅啦，它蟲會抗藥會抗藥性就來了，你一直噴一直種對自己身體也不好，陸陸續續的永遠走有機嘅啦。好像台灣找一個村莊做有機的還沒有，不但台灣沒有，外國也沒有一個村全部做有機的。我說我們走出去的話，可以抬頭挺胸，這很驕傲的啦，是講未唔係大家案例都為辛苦。民國97年，農國重評估，政府向台風嘅封閉體系發展咗基礎及定好，和新立的推動小組。不過，農業家見到細洲嘅細洲，天橋單單不用幾條港嚟，建議上岸時候，線上比農民看得到，最尾就唔上。那邊也正好是一個水源地，正好水進來嘛，那邊也休耕了很多年了，環境非常好。但是它會休耕，也是另外一個，就是說代表農村老化。按樣，佢按嘅關商村會遇到窮種嘅問題冇呢？那基本上這邊它的田本來還是有在經營，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田代表還是有這些人力嘛，有時候可能就是說是外地人買去嘛，那怎麼樣能夠整合起來？其他600平以前2萬，佢買有的買了2/2的又不是做些啊，我們想要買啊，但是也是有一份掙扎，想想不行了，我們還是要留下來。人的支持度是最重要的，過來就是產業面，產業面的指引。看你們整個社區裡面有什麼產業，大家都要盤點出來。所有的農民還是居民要簽一個共同的一個生產的一個公約，對，應該是這樣才會成功的，要不然有的做有的不做是不會成功的。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後，我們的子孫還能在這個地方過得像生產生活生態山這樣子的情況都能夠兼顧的這樣子的生活，這樣才是當農夫除了賺錢以外比較需要去思考的部分。不要把那個點點黏黏的讓老山嘅山派田裏比，關商嘅提算係偏弱，為防止隔壁天橋嘅污染會很難。不過關商村仲按多種作物就減時期，啲發展以及農業生產、以及加工、甚至觀光休閒行都有當好嘅條件。
为推动住基村，好势系依好，不过按多困难，为专从住基村前，怕系为新浪面嘅观念，建议起来才做得。